嘅秘密武器哦，全部係4年內哦700款到嘅。总会三明治案有，总会三明治，没嘛？對，總會吃完嘛。啊，总会吃完，对，总有一天会吃完。雞咁卵會做嘛嘅？然后呢，啊，俺唔是这类啦，他那个叫啊，是好，佑杰，你敢吃辣吗？不敢哦，那等一下你那一份我吃。不要莫亏欠，多好吃，你给他比几个赞？赞哦！我最爱的肥猪肉，送你。我超爱猪油的，我差点叫成名猪油哎。那个曾天哥有这回事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是民族。中法跳。今天來到沒有律師，我先看你腳本。哎呦，今天很巧哎，哎呦，牛吧。所有都是母女檔。母親像夜公胸中，莫食電哦。你是說像椰公嗎？不是螞蟻，那是椰公。哎呀，椰公，椰公，不是椰公。哦，就正差啦。哦，姓上好，姓上好。還是客家話第4年了，拜託。對啊，怎麼辦啊？沒關係，但是有進步。但是我特別要唱歌，很幸福，等一下就跳的表現一下動勢。真的。先給你埋一個伏筆。哎，來，不會是我要被設計？啊，你講嘅重歌我冇聽錯哦。好，我們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之前嚟分享到嘅係阿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嚟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阿亮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青永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喜，大家好。所以要帶來表演，是不是？好，3號嚟分享到我哋阿祖，其實媽媽佢之前沒有來參與過比賽，分享到嘅係佑姐跟明君姐，分享。歡迎。大家好。你家下講阿妹圖嘅模樣來，冇講嘅，他應該係大學生誒。對啊，好像姐姐帶女兒。對啊，大學生組別。好，你看下咱嘴裡片哦，強弱係來自苗栗嘅阿妹老模嘅強下來，總上你分享茶酒熱拖到茶魚鮮。歡迎。歡迎。我覺得應該改一下阿妹老模哦。我們今天2組都是雞模檔。兩姊妹。對。兩個媽媽眼睛好漂亮哦。係啊。我跟你講，我家下開場嘅時間係要現場購嘛，因為根本你係小粉絲要來到現場，自家都卡手一下。誰是我的粉絲？佑姐，伊為到根本要來哦，伊當學嚟你跳最有名嘅歌曲。我有成名曲哦。對啊，你是成名豬嘛。我以為我只是成名豬而已。哦，哎，你會唱的這條歌叫什麼名字？嘻哈曲。哦喲，我好像知道這首歌哦。來，你會唱嗎？那我幫你數拍子哦，1、2、3、4。愛嘅愛人啊，攏愛對你講情話，愛嘅真心，愛嘅真情，每日講要談到無。愛嘅愛人啊，風雨一開攏唔驚，來叫愛就會對你做摩卡。很好哎！應該發現到，我剛剛不應該設什麼低標，根本就很慢訓啊！你現在才知道嗎？我剛才有提醒過你。佑姐你好厲害呢！厲害，真的明日之星啦！對啊，平常在學校有參加唱歌的社團哦。他現在才國小那種社團。有啦。有嘅姑媽珍。那你喺附近哪一部分呢？喺附近嘅大姑銅鑼。唐公你當集中代表學校嗬參加學校舞會嘅表演。嗌同嗌阿哥。哦，老哥哥叫阿姨表演啊，所以你看，呢度推檔廣播嘅時間唔會降，台風很穩。謝謝佑姐。好棒！你考試咖啡嗎？好啊。來，這間名店講出來，哪一間咖啡最有名？夢想咖啡。老闆是誰？切架卡手。哇！不過，牛辦的有名嘞，它裡面是賣什麼樣的咖啡？跟我們介紹一下。裡面賣的是莊園咖啡、精品咖啡，然後還有摩羯座咖啡，世界手沖冠軍他給他命名的摩羯座莊園。哦，苗栗哈動作採提這種青年創生的力量啦。因為 TVB 今年越來越多很上癮的人，看啊，不管是佑姐妹妹，係啊，非常那個以前也是一樣嘛，哈，按到很上癮，有沒有你就新嘅希望啦。
不过呢，都带美丽人驻穿用哎，我相信大家已经都见证过哎了。呀，马上来金行天艺馆嘅挑战。料理大屌丝，大家顾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第一款料理大雕絲，自家不卡拿出人家本店，我來先來本睇下店鋪一下。接着我們一下，風吹帶來的係乜嘅咧？枇杷膏，是可以用枇杷葉熬煮的嗎？对，还要加汤。天哪！哎、麥芽我人生当中看到第一次真的吃了这味枇杷膏哎。嘿啦，哦，那地北都含有蜜饯哦。对，蜜饯它嘎巴有个枇杷煎筒，煎筒，哦，那今日啊，你要拿一个枇杷煎筒，哦，来做乜嘅料理咧？精神饱满。精神饱满，是用版演的一出料理啦。就是早晨一做空一輪，所以啊，一天一桶水一天會精神東好。我就会元气的时候。对，好哦，有点期待，因为他们养哎，他们吃都带有嘛色彩，我最喜欢这种的。好嘞，风吹有信心吗？加油哦！真經有個精神飽滿嘅感覺咧，哈！好，你看下攬出嚟一片哦，解下小嘅時間，但是皮到咧當簽嘅加不一樣。今日帶來一個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咖比，咖比。但是這個咖比做得入菜嗎？可以入菜嗎？那個菜名今日我做嘅菜名按到。咖比，比闻鸡起舞。哎呦，還看到關鍵詞咧，雞，用這個來做雞肉。对，哎啦，用雞肉來做啦。哦，等一下嘅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有好，加油加油！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早啲開始做咯。我們是演藝爆滿，係啊我很期待。兩片嘅食材吼，我卡嘅秘密武器哦，全部係實驗內哦，自己擺看到嘅。是哈。我們拍了4年款枇杷膏，唔是看過。對。嘅咖比醃菜，你唔是看過。有啊，對啊，所以有這一集很有看頭咯。對先來看一下。好啊。哎呦，哇有吐司呢。都在那个黑演艺爆满，而且是，哎，我觉得佑姐很会做，哎，佑姐人呢？要去哪？哦，看得出來哦，佑杰在家裡是媽媽的小幫手。佑姐現在幾年級啊？升4年級。 3、7年生，不，僑玉國小嗎？嘿，我學妹，啊，真勁呢。學妹優秀，哎，我覺得佑姐很棒哎，給她已經處理後一堆吐司哎。哎呀，哎，佑杰，你剛才分的醬係乜嘅醬啊？就是那個枇杷膏的醬嘛。抽啊！明君姐，你是開早餐店嗎？唔係，喺呢度去，呢度嘅四季早晨我做食。誰鬼？誰鬼？唔是都我跟你講啊，做媽媽之後就變超人了。就變什麼都會。哎呀，媽做唔好啊，之後係全部自己嚟做。每個早上都是你做早餐嗎？係啊，日日都係啊。剛才佑杰親家兄的報名，還有明君姐報名。嘅，哦其中一天我來看你啊，一天我來，還有個博謙哥哥啊，沒有來看你。是順便的。沒，可以當來哦。他剛才說博謙哥哥你好帥哦，我不敢跟你講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有嗎，佑杰？我不相信他視力這麼小就變差了。喂，你不能笑那麼誇張哦。哎，亂批劍猴記和等一下哎，泡到吐司地板。對對。好，讓我們先做好不好？好。做一個段落，我們大家勾來哈。好。加油哦！來，各位同學來看一下，厲害嘞，厲害嘞！自己來介紹一下。雞肉，給牛，加，哎呦，和風醬油係和嗎？風醬，哦，它有一些些，嗯主要不應該送色吧？哈，哎，我個咖啡咪係送色啦。蜂蜜，蜂蜜，碰通。紅糖，大家看機量沙用東營進講下哦，真叫佢本去鼓勵一下，因為機量沙全唔係客人，不過係機價本客家人。剛太極嘞，我是好容易啦，你剛本客家人嗎？冇加好容易，俺嘎只有哥，你剛本客家人。哎呀，最後就是這個，這個最厲害的。對，這個叫做冰滴咖啡，
然后把它虫啦，绣虫，哦，那冰滴真的有冰吗？还有萃取8个小时才会有这样一小杯，所以它时间會講哦。嘿，哎呦，这這個我知道，白嘅時間內用嘛，总会三明治和有。总会三明治，没嘛？總會吃完嘛。对，总有一天会吃完。幹嘛嘅？胡椒粉，对，胡椒盐，你没有那个專業的手勢呢。哎呦，这个我知道，白嘅時間內用嘛。祈求下個月有工作。哎，是這樣子吧？这样。哇，200東西。卡比多，哦，咖啡的天味，我知道啊，咖啡的果子。对，咖啡然后豆皮。他要介绍一下，该地北夫妇的东西冲来甜的耶。哦，它这个我可以介绍。来，喂，这个红红的叫咖啡果皮，哦，对然后待会开会果皮要把它放进去，一起跟菜色一起腌。所以它是晒出来的吗？对还是？所以你要耳朵给丢一晚上哦。一个晚上哦。哦，那我们先收工来。你们先卤好的啦。有如何嘞？哇，这个是卤多久的了？ 24小时吗？还是12小时？ 12小时一样补，哦，好。然后我们要用苦茶油。哦，苦茶油。那怡贤你先来做。对那个我们先过去看一下，等一下来洪总，你的头啊这个 Kimi 厉害，他的身份很特别。好我们等一下掌了一口。好，哇，这边感觉早餐店上升了哦。明君呐，你动不会走照吧？那佑杰的同学有没有看到说，哇，俺没会选，那个阿姨可不可以俺没走不挨选？我呀，叫我带伊好教伊唱同学生。哇，佑姐，你要天数的吗？该嘞。来天数嘞呀，哦，那佑杰，你走得到台港小改下，一个食材跟大家介绍客家话好不好？好，这要整嘅菜，哎呦，干嘛改？胡椒粉、对，胡椒盐，你没有那个专业的手势呢。对吧？这个猪排会不会是自己卤的？自己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自己腌的。是吗？冇安慰。我冇啊哋去買嘅，哦，你去買嘅啊？在早餐店卖去啊。買嘅。等一下，它有不用起司。哎，对，哇，这个是得讲迄这边折成红爱起来时间真紧要几站呢？元気です。精神爆满。精神。是每一片都有不同口味是吗？咩？我再叫贴贴用下吧。哦，对他们冻够吗？总会三明治和有。总会哎，三明治。没嘛？对。总会吃完嘛？啊，总会吃完，对，总有一天会吃完。所以等一下夹起来是好的啊，嘿，会天公哦。哎，哦，可是刚才那个枇杷蜜饯有标到去吗？对呢对呢。讲到中面去改用切的就切。直接是高。对，因为爱带切的无带到，之后用样较简单的。好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哎，会好嘞。他们都不会后生耶，元气饱满。等一下，过来吃这嘞。好，来看一下咱两片。咖比，变到一盒呢。好香哦！谁？我批头咖比香哎。没有。你深深吸一口气。就是每次经过韩国跟咖不一点的徐静泽铁头，对，他们那个培豆的那个味道。对。你跟他讲，你有没有用诶？系 espresso 系吗 ？espresso 或冰滴咖啡都可以。哦。对 ，espresso 油脂比较多。油脂。对，油脂黄金泡沫 ，crema。真有。对。好，你刚才一件二件。介绍这个月桃姐。捏头阿姐，来。因为佢家下就讲嘛，佢系公馆音。对。公馆最有名的在地的一个文化。毕业。哎呦，妈妈以前做红英狗，那个陶瓷啦，陶瓷哦，你给红英狗啊，公馆那个做陶瓷娃娃，但是我们做了之后都卖到英国啊、大陆啊哪里对啊？就系机做哎，厉害哦，很多人，对，很多。琼哈啦，琼哈州。好，刚用前后长前后呀，
这个有点像温沙拉嘛，对，它就是温沙拉的概念。它就剩下摆盘了。所以它主角就是这个咖啡味的盖皮。对，好，好，刚才你用 Andy 就选了一倒数喽，现场马上倒数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 4、 3、 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来吃吃看那铁管地度，那做料理较赞的哦。铁管呢，动摇本太气嘎，满满的元气，鼓手呢先来试一下风吹的演戏爆满，一起来试试看喽。我第一次吃到气嘎博士今天煮的枇杷膏酱，你会觉得说很润喉哎，怎么意思啦？落去就有感觉哎，中间里边的枇杷的酱落去哈，觉得有点酸酸甜甜的。其实看我吃不准，我已经觉得很好吃。看他吃，你看看多幸福的样子。当你折省妈妈都做本身吗？好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问一下明君姐，凉拌按牛料理就特别为孩子设计了吗？嘿，我做的东西全部做味道给他就正义嘞。妈妈很爱你们，知道吗？美迪啊，很低哈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听听博谦那边的感觉。俩头吹哦，那种烟气饱满，然后那还嘴巴饱满，你看，更好吃。那刚好是，也还有个吐司，也还有个蜜饯那个枇杷膏，哎呦，动感味呢。因为我先访问你好了，我嘴巴真的好满哦。你几有又好咸吗？好吃的，好吃。怎样好吃？很嫩。它每一层都做得很好吃哈。对，好好吃。我刚刚这样吃，因为大白去学照的时间了，早餐店啊，早餐店嘛，都是吃哈麦跟吐司下豆，哎呦，结果放个枇杷膏的蜜饯，哎都感味哦，很好吃。今天学的起来，会不会小朋友哦，烟气饱满那样。对呀。好，你好多完全下蓝水嘅，加倍闻鸡起舞。好，叫叫落去。好。好神奇哦！佢真嘅一件咖啡的蜜豆版全因蜜豆底肚皮耶，很浓的咖啡香气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这种冲咖啡桶的吧，它就是在里面，可是它没有那个甜味，很棒，我喜欢呢。咖啡米头冻葱冻好食，咱也真唔甘食咖啡，伫阮嘅煎桶。哦，唔甘食咖啡嘛。咱嘴里啊片哦，真正要按摩一下，我先来讲好咧，因为咖啡本性哦，哎，那入牛哦，可以让它的肉质软化，嘿呀。所以我觉得咬起来，哎，真正非常 Q 弹，它的肉质的弹性有出来。韩国因为平常是学盖那个虚节咯，就用那个降价香味，它会有一个味道，但是咖啡刚好盖过去，比较顺口，不会那么腻。好吃。哦，很好吃，会想一口接一口呢。好吃啦。好吃哦，晕浓啦。那以前自己觉得嘞，然后是，自己出产的咖啡，系啊，气咖配套诶，所以你看哦，按用气咖来学起来，把你冻好嘅美食哦，美食啊，煮本台价选。我相信这个也是以前他们在这个青创中心的一个很大的精神。我们就是融合在地苗栗小农的一些食材跟我们的咖啡结合，做创意料理。可是要像你这么漂亮才煮得这么好吃哦，会拍摄来哟。好，真劲厉害哦！我到底师傅嘅想法係用俾你抢看师傅嘅想法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哎，先请资料师傅抢本分数。蓝翠，好，看一下阿凤哥抢本分数。空中係蓝翠2分。志良哥，你看着佑杰纯洁的眼睛来讲。我先讲风吹那边啊，有2点重可惜。第一点就是要用菜轻体配的东西，就是人的枇杷膏。人枇杷膏装到暗好色，但是人整体地方磨枇杷膏的精神都伫过。
我建议剪烫剪好的嘛啊，那切幼幼的，放搅到个沙拉也系乜嘅，搅到底插到底部的吐司，食起来整体会较油，加枇杷膏的米丝，个天气点又较大，所以人个吐司，冇用个放个了煎一下，佢一撞到水，规则都有些黏黏湿湿，口感就会变冇安好啊。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啦哈。讲南脆鸦片。南脆鸦片加个鸡肉，然后咖啡的香味，规则有融入到底部。但是我做有些可惜，就会规样菜食起来，我做还少一些咖啡的米丝。我建议沙拉酱可以研发出一个有咖啡都成分都底部的咖啡沙拉酱，可能整体会更有特色，更好吃。个人的建议，谢谢。你下吧，啊，凤哥来讲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两瓶前日都当做了当好啦。俺某本该风吹的想法吼，老该自动的师傅强人的想法，其实佢会该枇杷的蜜饯，因为佢咪做咧独具有爆到该吐司的地步。啊，一口食落去是有该个主题的味道出来啦，是正常的按用因吼。啊，俺为本两片，俺挑选给他控制，俺煎，俺动担心佢会煎到手无辣。哦，俺讲。煎到嘟嘟好，唔会全部辣咯。啊，底部有介咖啡的味道，嘿，这么感谢。没关系，我挺你，因为他是挺我的粉丝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过呢，等一下睇起来就先歇困一下哦，来看一下齐师傅带来乜嘅料理，我老睇起来分享哦。日日出台菜。好。今天呢，轮到齐师傅来出台菜。可是我必须说，我其实期待齐师傅做料理，我想了好几个月了。我们中间好几个月没有录影嘛，所以好久没吃到了。因为大白齐师傅那个学姐啦，全部系台菜。对，因为一出台菜到底要做乜嘅咧？左宗棠鸡。左宗棠。第一道菜哦，系台湾的人系发明的菜。佢嘅做法是正常的，加有辣椒、老蒜头，从爱都有糖醋酱调用，哦，啊爱都有糖醋酱冇到调油，哦，嘿，哦是安样，所以跟左宗棠没关系哦。佢系名儿甜啊，哦，好，大家系鸡皮嘛，吼，蒜头平用辣椒啊，葱，嘿，首先爱都料有啊。我要去骨咯，要去好咧，吼，爱就先，我给断筋系吗？我先切一点点，等下录一下哈。等一下干料也先录过哈。我先录过哈。你需不需要我们的 espresso？ 你老实说。唔是。好。被拒绝了，冇法子。好了解。睇起嚟有問題就得提出來哦。哎呀。做得唔怕哈。又剪一款哦，师傅切干料给虚接了。切是切皮还是切肉？两个都一起切吧。他也没讲错啊。也是。仲有米酒。该唔係調酒哦。該係烏醋。給烏醋。咁啊米酒。大家調醬料用嘅。哦。係啲撈料係玉米粉。哦，玉米粉。哦，玉米粉。啲乜哦？好。抓一下。哇。給它運動，馬殺雞。用麵粉做的冇？麵粉咪做得啦，哦，俩我哋話俩係秘密啊，用一隻沙拉油吼，從一啲鋪嘅時節有啊，放一些沙拉油有，結落去嘅時節有啊。我最愛的肥豬肉，送你。我超愛豬油的，豬油，我差點叫陳明豬油哎。那個曾天哥有這回事。多好吃，你給他比幾個讚，讚哦。從一啲鋪嘅時節有啊，放一些沙拉油有，結落去嘅時節有啊，鹹冇鹽同下，因為我哋係加玉米粉，錯，啊油溫差不多170度，那該看卵會做乜嘅？卵咧，我唔記得啦，睇你個。OK。好，那有沒有人要謝謝我呢？希望你哦。搞手咧。好。哦，也是全蛋。左宗棠雞的精髓是什麼？其實我是到該雞肉、雞皮嘅該軟嫩度，然後該醬哦，醬料。就是酸辣嘛。酸辣，就類似從嗰啲點解做該
糖醋酱，嘿，不过比较辣的版本。嘿对，啊两味切，安样时候咧，我是听话按多嘅辣椒味哦。左宗棠是食下辣点啊，佑杰，你敢不吃辣吗？不敢哦，那等一下你那一份我吃。哦，不要。莫不切，笋条切片是做得啦，哦，切片切油没做得，等下那都别香系吗？嘿，我唔错，葱拍开部分就好了哦。哦，冇，等下葱拍，啊两味做得切油吼，等下做咧摆酱诶，哦。哦，要切丝哦。哦，真经动烤羊豆贡呢。看它切好疗愈哦。哎呀，大家都冇讲法诶。对，会怕哦，会怕。哎呦！他最爱耍帅了，你看。我因为夹出台才下夹掉。不过这个夹出台吹，你还要有一定的功夫啦。哎呀，像这个刀工啊。你要先变，你要本去浸下。变到水里度。来啊，那个阿亮哥教一下幼杰讲，怎么改改冲死啊，变到水底部。变到水底部筋，你就会 Q 一了。哦，它散啊，它生脆啊。哦。而且也会去那个葱的本身的那个辛辣味。好，你看安尼差不多了哈，各位看到吗？嗯。哦，玉溪泡。玉溪吧，靠我帮你哈。莫推喊人呐。tomato 哈。哦，用空中的现炒果。现炒果。哇，梅头就出来了哦。哈，动向哈。嗯。要有一点啊。哦，我看到你拖阿姐哦，她吞口水哦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最认真的还是明君姐。哎。已经强强的扑到个拢个个倒闭去啊。好。通我也可以有甜甜啊。甜。好吃。因为我都是夹出台菜嘛吼，所以我等下料油啊，香辛料油啊，全部平下来铺一下。哦，算狗油啦。狗油吼。哦，从了乌醋，平下。半几下蒜。半几下蒜。哦，按差不多熟了。哦。这道菜感觉超好吃哎。你看加上那个光，它就。真给黑夹出台菜耶，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。幼杰都可以试试看哦。乌醋的每条都是做得嘞吼。算是，哦有。安食炒嘞。哦，掉落去。哇！好，你要什么是冻酱？哎呀，该妹妹有啊，唔敢吃辣咯。我人变到用泡的时候咧。比比係講哦，我係加辣椒、辣蒜頭落去煎，然後泡過，你哋水炒是下辣啦，哦。因為加下牛啊，就先過粉啊，所以你下個醬會下黏。嘿，我唔錯，你好多冇用水哦，tomato、撈烏醋，哦，它去通，通，到去收絲時候咧，哦，最尾係時間，我用一點胡椒粉，一點sauce，因為妹妹金咁是辣，我唔敢用太多，本給有辣味的來源時候咧，哦。正常糖一時係變下多掉啦，吼。哦，哎，什麼都。哇！哦，这真的，其实说真的，闻起来这个鱼香跟鹹酸甜。哎呀，就是跟辣椒的差別啦。哎，觀眾朋友看清楚冇？你都冇看咩做起價來出台菜哦。都簡單嘅台菜啦，吼。好，呀，沖死。其實加上皮料哦，唔到5分鐘時就出台菜咧。那狗年狗節嘅時間用掉出來，對啊，很有面子。大家在人家來的時間，唔要做麻菜，趕快看一家之主。收聽一家之主。對，你就從 YouTube 上面看呐，就這裡會好做麻菜。哎呦，來，左宗棠雞，按鈕去後勢咯。哇！好，夾出台菜當中呢，其實我來表現一個左宗棠雞，大家試試看呐。哇，我的初體驗就是也不腻嘞。香哦。肉質也太 Q 嫩了吧？
比我们这种快炒店的好吃太多了。虽然讲给它酸甜的米头，你会觉得它有点像糖醋，可是呢，它吃起来比糖醋更清爽。你不用告诉我好不好吃了，我已经知道很好吃。你就回答我，你会周某？刚才你有学起来吗？没学起来，回去抖关一边的好不好？好，叶后生嘞，多好吃！你给他比几个赞？赞哦！这个你的后生，明君姐你知道嘞？董后生，这些董后生，同跟糖醋排骨同冲，但是排骨会发康硬，但用呀按你做看圆，生眼的，按肉眼啊按你较后生。真的，因为懂葵皮，因为它酸酸甜甜的。来问一下哈，今面美是用钙妞哦来取胜的宜贤，你觉得是否走牛拌左宗棠鸡？情人节刚好甜甜蜜蜜的。月桃姐嘞，你举头是否走牛拌？好吃啦，好吃的好吃，很滑溜。莫講到台菜，專問下台菜台式阿兩個。今日用菜呢，今日雞肉嘟嘟好熟。我今日嫩土全部有做出來，我加上呢今日做豉油啊，有幾隻包都今日淡薄，所以十分好食，十分嫩。真的，你都愛上它了哈。對，會。好，希望觀眾朋友你哋咪要學起來哈，變做雅木卡嘅台菜。講你頭前，南翠這都係2分，紅隊，你要加油咯，好冇？加油！馬上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館唔但淨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好，看到個千倍圖哈，如果打開來具體嘅食材嚟，可能會驚到人哦。大家都看下，今日具體嘅食材就係扮豆腐。豆腐，我為什麼會被豆腐嚇死呢？因為豆腐嘅做法動多。哦。你自己，我有學過豆腐餅哦。真的可以哦，我覺得很 OK 啊，我沒有覺得任何不行。哦，那我講完了換你。那是我的，我有註冊。啊，你用夠先來分享一下豆腐嘅變法。會做皮蛋豆腐啊？不可能吧？而且把皮蛋豆腐咩兩種豆腐吧？阿龍講，我講嘅係椒鹽嘅皮蛋豆腐。椒鹽。哦。皮蛋個豆腐就。去炸過去炒椒鹽咩做得？哦，啊，鳳糕、鴨軸，另外一個變法。其實啲鴨軸當簡單，啲煲卡未做咧做吼，你切到泡泡，安尼落去泡，落去泡啊調加油啊，胡椒鹽，然後海苔粉1:1。其實就係口感是有點加海苔粉的味道，沒有鹹鹹的味道。你按用講睇之後，我想到跟鹽酥雞店地北都係咪係有只泡豆腐就會用兩種？可是他們有加海苔粉。你做咧，坦白做咧試看嘅，加啲海苔粉。哦，你嘅討論可能本哦，兩組嘅內邊就都有想法咯。哦，很難說，說不定家的做就已經有想法咧。唔怕，稍微醞釀一下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麵館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到冇？豆腐做得做出乜嘅老偏人無樣嘅料理，先嚟問看下馮翠咯。馮翠帶來嘅菜苗都乜嘅？生日嘅豆腐，好色情啊！等下，他應該是對我講而已。哦，是慢給是你嘅豆腐啊，哈！啊，吃起來是像什麼呢？像個鴨絲嘅章魚燒。哦，哎呦，章魚燒，他夠笑哦！好哦好，叫我來期待，來咯！馮翠啊，也係最杯麵一館嘅，你一定要實力鼓加油咯！請問最杯麵一館有信心嗎？加油！哎，凍剩幾個名誒，咱水裡一片咪凍有創意哦，料理溫度。黃金小炒。黃金炒肉。他加炒肉嘅想法咯，等下係最滿意關，雖然今日係得到2分，咁還要繼續加油哦。好，跟媽媽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早點開始走咯。有的時候最簡單的最難。係啊。但是有的時候最簡單的難在什麼，你知道嗎？你敢把簡單粥都清後，就像之前的老配半 Q 妞，我就覺得厲害。來，
nhà cái豆腐。今面选人家豆腐，刚才就讲像夜市的那个什么。章鱼烧，啊，明俊，你两下切一挑，系等下去做。做我用剪呢，我同佢变成细嘅豆腐。小骰子啊，用。哎，对。哎，佑姐，那这一道菜你会天数哪一部分啊？大论，啊，做啲先可以打。我梗係打太多啦，我用到按到。哦，那可以分我们啦。哦，先不给你捅一下哈。对。现在给豆腐一片剪吗？係嗎？等下，梗係冇按嘅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要先过去好不好？好他备料的时候比较紧张。好，加油！哇，你看两牛，我最爱的肥猪肉，送你。我超爱猪油的，猪油比较香啦。我差点叫纯民猪油哎。那个真天哥有这回事吗？该还蛮问到哦。王金炒牛，到底是牛卖的灵感嘛？灵感是怎么来的？妈妈的客家小炒，是不是最厉害的？对。肉色贡哈，你是不是这礼拜都是吃这个？看一下椰头鸡都在用哎，随便炒，好，随便香。王金炒牛，灵感是怎么来的？妈妈的客家小炒，是不是最厉害的？对。你讲你本身咩行业，因为俺会炒客家炒牛啊？都切菜炒啊，时常都是唐人讲嘛，客家炒牛安样。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，俩头菜哦，怎么个按到王金客家炒？跟王金的从哪里片来啊？王金蛋哦，豆腐。你们是不是要把它做有点像虾松啊？黑呀，哎，虾松，所以就有跟美生菜嘛。对，美生菜吧，客家小炒跟美生菜还有板豆腐做创意料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好，多赚了，开片咯。加紧脚步喽。好，妹妹你忙起来喽。大陆有冇该依靠么？冇，我其實都教天天。你愛做乜㗎？都有啊。都有係啊。啊，等下等姐。喺搖手嘅叫撞嘅豆腐啦。哦。啊，葱嘅慢切。啊。好。看一下，哎呀。慢慢來唔怕啦。係啊。慢慢的。哦。正義的嘿。那我们先来问佑杰好了，先不妈妈走一下。这道菜在家里面有练过吗？有哦，练几多拜？什么？公多拜，安葡萄做成，刘神啊，刘神条。安葡萄，公猪条。肉色贡吼，你是不是这礼拜都是吃这个？你看有练习才能上舞台啊。所以你看妈妈冲谁改那种家庭教育动吼，我们得请才上台，要练习过。哎呦人呢？你呢？哦。因为可以说你们这只有一个参赛者，要啊，而且他还要顾那个顾他的情绪。因为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同一队里面有加啦啦队的。那个佑杰那个脚该软呐，脚都稀破了哟，一直叫。哎呀，切得很好哎，你要让它煎一下下，先不要动它。对。不要先不去擦啊，用緊啦吼。所以我不會先擦以後，跟卵人變落去煎嘅嘛。唔係啊，擦一條皮料全部跌下去，全部做好當亂裝，用送去，當用一個安尼撲下來，變成。天后不會凝結劑的。對。好，勾笨剪一下，我們待會回來翻面可能需要師傅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哦！哎呦！哦。这是团结的象征。团结力量大。他刚赢了哈。系啦。团结了。有，我们有帮你把它拉回来吧哈。有了哈。要不要干脆做一片的？做一片的。这是为什么啊？因为卤面粉吗？一開始落去加油搵無拉個。啊，等下他又叫嗎？跳過陣叫咯。還有救嗎？唔怕，等下佢唔知道剪硬嚟啲片，打炒嘅時候沒有糖水哈，撈落一下就用嘅，因為嘅。哇，厲害的地方來咯！哇，來看看一下捏頭雞都在用哎，隨便炒，好，隨便香。哎，該下就先切發哈。
随便切的啦。就随便切你哦。做料理的年纪，就一听爱青随菜，便，该让刚刚讲的是随便，随便。我已经想到去底下水母的特种干嘢咧，啊随便得，随便折的啦，来钱哦，随便拿。来品材啦，品材。哦，又香哦。香哦。有因为香。最主要是用的孙西董超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博眼酱油啊。哦，博博眼。眼酱油。酱油。哦。哦，哎，摸一挑吗？五花肉啊。嗯，我必须说，俺懂色色豆虾松里面是这么大料的，俺澎湃。真的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好好。好漂亮。所以下面是豆腐嘛，嘿，它就嘛个，就趁几天老太家小改一下。下工啊，香水啊，哦，我等一下加落，我给腌起来。对。老实说，应该哈讲章鱼烧，很系工厂诶。对啊。其实这个是大阪烧吧？对啊，还大阪烧。培根帮见过哦。培根其实是熟的。哦。它只要翻过来还是煎得到啊。安是差不多咧。还差不多。等一下要师傅帮我们翻面。而家改咗愛。改起來啊！改熱，哦。嗯。还多这些怎么办？该多出来。这个等下带回家直接煎蛋。不給稍微固係冇？哎，對對對。你固得它會變，係冇？那温度可以嗎？我用4火可能。要打開來。等你按過那去補一下手咧，一點點的時候，一點點好，不給凝固，腌轉去啊。哦，翻了，走的。你要翻還是我翻？您可以嗎？哎，不知道，試試看。拜託了。加油！1、2、3。好，安志森，吃饭，志森。好，不要再盖了，会没有酥哦。应该差不多了。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。这乜噶？調油啊？調油，博眼醬油。博眼醬油。俺老英講吼，食鹹就食下淡啲，長做啲吼都82歲，怎麼安康起來？是天孔啊！對。哎，我覺得他們快好了。來，我們先去倒數了，有大便差唔多哎。來，好，天草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到最杯米一罐，用豆腐編出料理，那組較讚的哦。最杯米一罐用豆腐來編料理，先來試試看啊，你風吹嘅吃你的豆腐。哦，來起來試試看啊。哦，卵就見到叉叉了哦。好 juicy 哦，味道巧都濃厚。佑姐，你又吃完了，你要續盤嗎？哎，他真的是媽媽最大的粉絲哎，真的。媽媽煮飯給佢做清蒸對吧？可是你可以跟觀眾講一下，你吃起來要 Q 甘用哎。濃厚的。還有嘞，濃濃嘅像嘅粗豆腐香用。哦，有一些種粗豆不會 Q 甘係嗎？錯。明君姐，你吃到嘞？我知道要不要有成功，我就懂腔哎，我就懂腔哎。來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哦，你覺得他們做的這個用飯，濃厚是，日頭阿姐取到咧，好吃啦，像日本的嗰種大阪燒哈，差不多。你一下咧試看你一套菜，非常厲害，還記得菜名嗎？黃金小炒。黃金小炒，客家常用極極來食，這個美身菜有蹦頂強下食咯。其實哦，給它米頭真嘅係同針的，因為這個比較清爽一點點。唔過呢，這個豆腐可能係它口味分的問題，不是說外衣有一點比較厚一些，但是每樣用到嘅笨蛋，它給它炒用笨蛋的後米絲，真嘅頭雞非常好吃。沒想到隨便煮這個原則哈，可以隨便成這麼好吃啊！佑姐，你覺得呢？濃厚的。除體嘅在較笨啲嘅，其他東西。總有種濃厚色。真勁，懂港米哦。你看不，你有幾個來講？就一般啦。你的一般的標準這麼高？反正唔要炒就青菜炒啊。因為板頭嗰啲毛細孔凍到，佢炒落去嘅時節咯，客家常用嘅梅頭完全落葉，主要係含有嘅美生菜做啲蹦頂強下線，完全去油味。懂好吃。好吃啊！
谢谢你啊，安志 C。真劲厉害，冇想到客家草鸟还有安用嘅扮头嘅变化，我到底师傅顶下嘅拼符嘅形容俾你日日来看咯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就会到诶，先请阿志刘师傅抢本分数。耶！你总算喜欢我们了。都很喜欢你。好，好，最每日份到底要分马仔咧，想看一下阿凤哥。哇，平手哎！阿志勇哥先公平。也两样菜其实不管到食材也是节水也是米线，拢做得到好。等于讲平分秋色啦哦。啊，因为个也偏呢，就讲豆腐有康硬一些些的，再加上呢，啊看到也两样菜是创意为主，哦，也吃到风吹也偏呢，创意有较多一些些的，哦，所以我现在风吹，谢谢。好，讲啊，我阿凤哥。哦，俺某本个蓝队啊，其实俺小小的建议版哈，从因题个这个头部的 CJU 啊，俺切是错的，我们错，在那个面粉的 CJU 啊，头部啊出水啦，啊出水的时间面粉会下倒掉，就是这技术唔会染强它，哦，还有一条，伊大小的食材有强融啦，该生菜部分又啊，咩做咧切油油啊，泡冰水垫到底下打墙，按染落去，伊的整体感是会下好一点的，哦。会给个红队哦，其实个想法是绕志龙可能动有创意，见到安真真哦，啊是都有头部的眉头，动有创意啦，是正常的安容易啦，希望感谢。没错，不过呢，风吹到南吹料理，每做一本观众朋友来好起来，变成你乞丐的私房豆腐料理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好啦，对。田汉讲，一下都已经团舞的哈。啊，比赛总算结束诶，两组都表现到10分战斗，两组都得到2分，都是大头名，恭喜！先来恭喜风吹得到15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好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蓝色的片面是强龙系1200条嘅加彩金，恭喜！明君这条摆参加心得，老太请分享一下。也把迄味道生嘢，叫佢看 Super Star， 也个 Super Star， 民主节，故说咧，生嘢欢喜，爱做欢喜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看几枚车都动听，对不对？对。愿望达成了，恭喜！幼姐，你要把参加心得很用版，老太请分享一下。按住说2扎师傅本爱到嘅错，还有教爱到嘅店面错。还有冇？冇咧。还有广东爱有动听吗？有。哦，喊你把我哥练配跳歌诶，我要出 EP 了，好冇？我哥来练习，那各位过来比赛哦，好冇？好。安志生你来，恭喜跳伞！恭喜！也恭喜他们，接下来不用再吃大阪烧了。对。哦，打下来问一下咱出的阿片吼，以前因为带妈妈穷下来吼。那个心情应该很感动啦哈，就得老大家分享一下。很欢喜，跟妈妈一起来做菜。妈妈82岁了，很难得来上电视，所以觉得很感动。再怎么样也要带妈妈一起来。谢谢照顾。恭喜恭喜！今天跟女儿一起来，要买心情就得老大家讲吗？感谢制作单位给我的机会，谢谢。韩国因为今年是七夕情人节，你看人家老公不应该用配灯呢。喂，你看整个现场陪着哎。煮菜就要按用音啦。无论是妈妈涂的个妹儿来，也是妹儿涂的妈妈来，全部做的。客家的梅头就是传统的梅头，就是记忆的延续啊！所以今天非常欢迎所有的朋友加入报名参加哦。我们知道今天新人算是一个特辑，都是妈妈了，我也穷下来。后数年呢，接上对老妈妈好些呗。故说呢，观众朋友，你们这部卡地图可能来抢购一下妈妈阿婆可能，你要不开明星，你还没做的老给传承下去。一家之主，安利，和你拜再见，拜拜，恭喜恭喜。